中老年人每日都應該飲咩啊？牛奶300到500克咧先至夠量，營養先補得夠。但係調查發現咧差唔多80%嘅老人家就唔中意飲牛奶嘅。真係實在遺憾。鈣營養同骨骼健康係息息相關嘅。畢竟喺35到40歲之後，我哋人體嘅骨量就開始慢慢咁流失㗎啦。但如果你要問我同啲中老年人補鈣揀咩嘢啊？呢一款營養一頭牛嘅牛乳奶粉，佢個配料表咧真係比我塊面仲乾淨。中老年朋友、小朋友、孕媽媽都可以飲，佢個奶源非常好。你敢唔敢信咧？佢屋企個牧場養嗰啲牛一日個伙食就要80蚊，食嘅比人仲要好啊！沖出嚟嗰啲奶香咪濃郁咯。佢係完全冇腥味。平常咧，你話你唔中意飲牛奶啲人，你飲一次你就愛上佢。呢罐奶粉係8杯濃縮8公斤嘅鮮奶先至製成1公斤嘅奶粉，每100克咧就含有26克嘅蛋白質，900毫克嘅原生鈣。朝早晚黑整多杯，輕輕鬆鬆，你真係可以滿足一日嘅營養需求嘅。